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恩典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阮当用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就是你的施恩宝座前，搁一遍要透过礼拜，甲你相亲近，求主。帮助阮会当伫每一天，甲你有亲密的交通。透过这款的交通，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也使阮规力会当照你的心意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主，阮只是要安静阮的心，也求你帮助阮，帮助阮摆脱阮心中所有你无欢喜的事。互阮用专一的心志来敬拜服侍你。阮上时也要将今早起服侍的正人工仰望伫主的手中。阮特别要将圣歌队、司琴、司会、团工四色，以及伫无共款的角落咧服侍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经过阮手所做的工，透过阮手所做的工，会当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营造敬虔的教会，合你心意的教会，互阮真心明白。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是起造伫你的话语顶面，互阮会当日日熏读圣经，也常常透过祈祷寻求主的心意。主，阮特别恳求你到教会所有的全职同工甲属灵领袖三甲之地，互阮清楚看出你互阮的意向。会当带领众兄弟姊妹，你互阮的意向迈进。求主帮助阮，伫疫情渐渐平缓了后，互阮会当恢复正常的信仰生活，互阮会当常常伫教会中间，无论是参与聚会、祈祷会。或者是小组团契的组织，拢会当透过兄弟姊妹的三交陪，来享受主所赏赐听的团契。主，阮也特别将阮所爱的乡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求主。保守，特别最近台湾发生几件公安的事件，恳求主你怜悯看顾，有死伤的人，恳求主你亲自安慰照顾，保守，互伊赶紧恢复，也恳求主你怜悯带领，也兴起台湾所有的正教会。会当执行主你所交代阮的使命，互阮会当尽职分享你听的福音。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遮的，我也将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将真实的公义、和平、仁爱守护这块土地。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紧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佑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用伊唱歌学老，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圣诗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听完的主，阮这时聚集伫你的面前，愿要拍拜敬拜你。你的伟大悬过天，你的奇妙深过海。你赏赐阮性命，互正万米拢有气息，佮创造宇宙万米，这一切拢要归伫你的名，要显明你的荣耀。嘛帮助阮会当活咧拍拼来见证你的名。阿爸父上帝，感谢你所赏赐互阮这宝贵的救恩，他佮保守阮
也搁伫你的稳定中无失落，愿要来感谢你。愿伫即时，嘛要将屏东明阳工厂的火烧交伫你的手中，所失事的、所受伤的，阿爸爸上帝，求你的圣灵怜悯，甲每一位同在，互遮个会当因为你的陪伴，虽然失去至亲的人，甲受伤的恢复，有侪侪痛疼，也毋过你的听，甲你的稳定，永远伫因的中间，嘛伫阮的中间。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怜悯阮两者的身躯，看顾阮每一天的安全，互阮有当有能力工作服侍。我要来学劳你，求你来赦免阮的罪过，互阮伫倒位跋倒，就会当伫倒位爬起来。求你帮助阮有能力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人看见阮的好的行为，阮就将一切归荣耀伫你的名。阿爸爸上帝，求你互阮会当放落阮心中一切的重担甲忧闷，想使互阮有当有刚强壮大来去面对每一天，想使互阮信心，因为阮一生的遭遇所要面对的经历的，拢有你的目的，甲你的美善伫中间，互阮会当学习过每一天。用感恩的心来生活，求主这宝贵的信念，深深放伫阮每一人的心中，互阮成做刚强壮大的人。求圣灵怜悯病痛甲欠缺的人，安慰阮中间有伤心痛苦的人，因为阮咧遭遇这一切的时阵，上帝你是知影的。你要带领阮行过这死荫的山谷，带阮到青翠的草坡。我要来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无够也，要用你甲是阮的主祷文做伙同心祈祷讲。这时，请咱做伙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28篇，诗篇139篇，伫圣诗后壁面42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为测度。我要去打落闪撇你的神。我若就天，你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就那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
就黑暗也袂当遮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一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够极宝贝。阮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至高主宰》，至高主宰。
感谢上帝，互圣歌队会当献遮尔水的歌声，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时，咱来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362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第257页。安尼，人着看阮做基督的仆人，是上帝奥秘的管家。对管家要求是着对主人忠实。我受恁也是别人评断，拢看做小事，连我嘛无评断家己。我感觉家己的良心清白，不过毋是安尼就证明我无罪，审判我的是主。所以时机也未到，恁毋通批评人，恁毋通批判人。等到主来临，迄时伊的阳光照黑暗中的秘密，互隐藏伫人心内底动机暴露出来。迄时，逐个人就会对上帝得到懊恼。兄弟姊妹，为着恁的缘故，我将这个事做例用伫我本身甲阿波罗的身上。互恁通对阮学习，毋通超过圣经所记载即句话意思。恁中间无论啥物人，拢毋通附听即个，看轻迄个。啥物人，互你想讲家己比别人较敖？你所有的，敢毋是拢对上帝领受吗？那安尼，你是安怎在自夸？哪阵毋是对上帝领受？这时，咱要来领受信息。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题目是评断、批评、论断第2讲。来，请咱的蔡正德主任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礼拜咱要继续来看批评论断的第2讲。顶回有甲大家分享。安怎面对别人对咱的批评论断？牧师有讲3个要点，毋知影大家敢免还佫会记真吼？这3个要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当别人批评咱的时阵，咱着爱详细听，知影伊批评的内容。然后咱爱自我反省，讲伊批评的到底敢有道理？若有道理，咱着改变；若无道理，咱着来做一个警醒。但是上界重要的是，咱爱知影讲，有一天，咱每一个人拢爱伫审判台前接受上帝的批评论断，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这是咱爱面对的。所以面对批评论断，咱有这3项要件。今日咱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除了别人会可能论断咱以外，有时阵咱嘛会陷入迄个论断别人的错误中间。所以这就是咱来去学习、爱去更新改变的。咱要透过上帝话来做调整。这是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信仰主题。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静静听候你对阮讲话。主，阮恳求你，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来调整阮，互阮真实伫你的面前，看出阮的本性，看出阮的欠缺甲软弱。求主会当帮助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会当警醒来调整阮家己。主啊，恳求你。切恳圣心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对4个方向来看，为什么袂当论断别人？这4个方向拢非常重要，咱来记伫咱的心肝。第一项，咱袂当论断别人，因为论断是一种骄傲的表现。骄傲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事。
咱来知影，一个人会去论断别人，一定是感觉别人比家己比别人较好，比别人较对，比别人较强。所以这就是无向中将家己提悬，就是种骄傲的态度。我拄则有讲过，骄傲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咱今日所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是伫即个希腊南方的一个海港，信徒大多数拢是希腊人。希腊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因真重视智慧，真爱研究哲学，真高举知识财物。所以因伫咧追求学问的过程中间，感觉家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因为安尼一个人若感觉家己真有智慧渐渐就感觉甲别人的判断毋对，家己的判断较对，就安尼自高自大起来。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有即款的特性。咱能对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看出伊即款的情形。咱若看哥林多前书第8章的第1节，伊安尼讲，保罗对因讲，知识是互人自高自大，独痛心会当造就人。保罗其实是咧来劝诫讲，恁拥有智慧有知识，这是事实。但是即款的代志，互恁安尼渐渐骄傲起来，骄傲起来就批评人，袂当造就人。伊讲独有痛心，只有痛心会当造就人。就是讲，恁若用痛心互相扶持、帮赞、带导，安尼才会当扶持人，才会当造就人。这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提出一种劝诫。所以咱能明白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真侪人袂晓得谦卑，大家拢自高自大。今仔日经文一开始，保罗就提起讲，别人对伊的评论伊看这是小事啦，无算做是啥物。伊家己嘛无评论家己，虽然伊家己反省，家己感觉家己无毋对，良心清白，但是伊知影审判伊的是上帝，伊嘛袂当讲啥物。然后接续伊安尼讲，伊讲兄弟姊妹啊，为着恁的缘故，我将这代志运用伫阿波罗甲我身上，当做一个例，通互恁学习，循规蹈矩，就是讲，当互恁学习迄个圣经记载的道理啦，就是这真理，会晓规矩。恁无论什么人，拢袂当自高，看重这个轻视迄个。为什么伊会安尼讲？因为伫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人将保罗甲阿波罗提出来比较，提出来批评。有人较看重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人较看重阿波罗的学问甲口才。所以伫这个互相比拼的下面，就产生论断的情形。所以保罗来劝勉讲，你毋通较看重这个，还是较轻视迄个。特别伊伫第7节中间安尼讲，伊讲是虾米人，互你压过别人？敢讲你所有的，毋拢是对上帝遐来的吗？上帝所赐的吗？安尼为虾米自我夸口？好，亲像你所有的，并毋是上帝的恩赐。保罗意思是讲，若毋是上帝的恩赐，咱拢无可能有任何才能。毋管是有人有才能会当传福音，还是有口才会当讲道理，其实这拢是来自上帝的恩赐。无值得咱去夸口骄傲，独是感谢上帝。所以咱无应该爱比较评论，因为论断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论断就是用自我做中心，高估家己，袂记实家己所有的其实是上帝予咱的，咱不过是上帝一个器具尔。一个骄傲的人，伊就会袂记实上帝的恩典，这是上界大的罪。所以，凊彩去论断、乌白批评，就是骄傲的表现。骄傲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事。
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吼，咱拢爱知影，就是咱每项拢有限，所以有限的人吼，去论断的时阵，有时有可能发生错误。咱若看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吼，保罗伊安尼讲，伊讲咱现今咧看，亲像对镜咧看，吼，当时的镜无亲像今仔镜遐尼清啦，当时阵拢是迄个铜镜，吼。所以看起来，迄个人的形影未真实，未真清楚，所以无明。吼，到时阵就是上帝审判的时阵啦。到时阵，咱就全个拢知影，亲像主知影咱一样。保罗其实咧提醒咱讲，咱知影咱所知影有限啦，咱咧观察嘛有可能无准，常常会做错误的判断。唔相信咱大家家己摸咱家己的良心嘛？咱自细汉到今嘛，咱敢讲拢无做任何错误的判断嘛？咱是人，一定会做错误的判断嘛？我有一遍吼，甲牧师娘吼，伫迄个春季南部的时阵，阮下晡的时阵吼，拢会去迄个城大的操场遐运动。我会去迄个时阵是一个足寒的冬天吼，我着甲牧师娘做伙去。下昏的时阵吼，黄昏的时阵，就伫迄个操场遐安尼行来行去吼，就运动啦，差不多运动1点钟吼。一边运动我就发现吼，操场边仔遐有迄个长椅啊吼，石头做的长椅啊，一个老大人倒伫遐啦。我坐一轮吼，爱搁倒伫遐，坐第二轮爱搁倒伫遐，拢袂动啦。我讲这奇怪啊！靠人若困去嘛，无可能拢袂动啊！所以我行要转来的时阵我心内不安啦吼。我就甲牧师娘讲，咱过来看觅，看迄个人是到底是安怎？我较靠近看，差不多2-3公尺看吼，我感觉讲哇，伊可能无咧呼吸的。我想讲，根据我专业的观察吼，这个人可能已经走啊。但是吼。我想讲起来摇一下吼，来摇一下。但是我讲安尼，这破坏命案现场吼，这袂使。所以吼，我就想讲安尼要安怎？附近多一个派出所，东宁派出所，我就骑后头摆去派出所报案。我讲吼，我拄则伫遐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人伫遐吼，我运动点外钟，伊拢无动啦。吼，姿势拢一模一样吼，我看伊可能发生危险嘛，你去甲伊检查一下。2个警察吼真热心吼，就照我记的方向去吼，我就对后壁去看到底是安怎。其中一个警察吼，伫遐看规部，拢起来同者。无想到迄人拢搁活啦，吼！我家己拢惊一条啦，拢醒起来，原来伊是咧困啦。伊起来就好到，迄个外员迄个警察来叫起来，讲我都只困了好势，你来我叫起来。迄警察嘛，歹势讲，迄边仔迄个报案的。所以吼，我就想讲吼，我观察遐尼久，搁来做判断，嘛有可能毋对。所以吼，咱人真正是有限啊，有可能做错误的判断。咱来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上嘛，真侪遍，整个教会做错误的判断哦。譬如讲，咱拢读过迄个物理学吼，阮读过一个人叫做伽利略，对无？伽利略是个意大利的一个物理学家。伊咧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讲，在伊进前吼，有一个人叫做哥白尼，伊发现伊咧观察，发现讲吼，当时阵的人拢是认为讲地球是中心啦，地球是中心，然后日头是射地球咧转的，因为咱人的观察是讲日头对东方出来，对西方落去，所以这日头咧一定是咧射地球嘛，所以用地球做中心。但是哥白尼发现讲毋是安尼呢，是应该是日头做中心，地球咧射日头叫当时的教会不准伊安尼讲。我讲这违反圣经的教导，
上帝创造是用地球做中心的，这伽利略伊研究，伊发觉讲哥白尼是对的，伊观察，所以伊就主张哥白尼的主张，1632年伊出版一本册，就说明讲哥白尼是对的，现在哥白尼受到真大迫害伊的所有的著作伫过身了后，拢被烧掉，留落来是有限，这伽利略伊就支持伊，教会嘛无，当时的教会无法度认同伊的看法，禁止伊讲即款的讲法。我们这是爱来处死啊，但是当时的教会无安尼做，来软禁起来，禁止伊研究，但是伊偷偷去研究，到伊1642年伊死了后，伊才发表2本真重要的册，在说明伊讲的是真理。虽然今仔日拢明白讲啥物人唔对，当时的教会唔对，当时的教会无明白家己的有限，造成了遮尔大的错误。所以1984年，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6世，才正式伫300年后，才正式甲伽利略道歉，向伊的清白。所以咱知影，一个遐尼大的教会，拢有可能唔对。遐尼一个人咧研究，有可能唔对。唔对就造成真大的错误。何况是咱软弱的人。今仔日嘛有人嘛有真侪，甚至到今仔日也有真侪教派误解保罗所讲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12节讲，我不准妇人人讲道。所以有的教派无用阮女性担任牧职。这其实咱明白保罗写迄个批的时阵，有当时的背景，袂当毋是普世的一个真理。咱爱理解这个，有可能整个教会有可能唔对。等下我嘛会讲保罗嘛唔对的时阵，所以咱爱清楚，咱人拢是有限的，咱的判断有可能错误，所以咱唔通随意去论断。这是第2点。第3项，就是咱要论断一个人的时阵，咱爱明白时间还未到，咱唔通做论断。啥物是时间到？时间到就是主来的时阵啊，将来审判的时阵。拄则有讲过，将来审判的时阵，一切拢爱显明。但是迄时刻还未到之前，一切拢无一定有定论。咱无啥物通好论断的。也无应该论断。咱今仔日可能对某一个人指指点点，但是咱明白人有可能会改变。所以英语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伊讲：即摆毋通论断我，因为上帝伫我身上的工作还未完成啊。因为上帝每一天拢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动工嘛，所以人有可能不断去改变。你今仔日逐一个人下定论，你有一个主观的看法，讲这人就是安尼，可能伊以后会改变，无一定。伊可能不断的长进，有一天甲你看到完全无相款。伫这个变化的过程中间，你就来指责，你就去来评论，安尼咱实在是无智慧，特别是咱对咱的囡仔，咱的观察是真有限的。真侪代志咱是无清楚的，而且人是会进步会改变的。我拄则讲过，保罗嘛捌犯过错啊。咱看圣经记载讲，第一遍伊要出去旅行团队时，伊甲巴拿巴做伙出去，因就带马可做伙出去宣教。当时的旅行宣教真辛苦。马可迄个时阵可能较少年，所以伊到一半的时阵就落跑走转去厝里，所以哇，这保罗就记条条，点伊有做记号啊？讲这个囡仔袂用记啦。所以第2遍，巴拿巴阁招保罗要去顺因第1遍所设立的这个教会的时阵，巴拿巴讲咱阁带马可来，保罗就生气啊，讲这袂使啊，这
这个袂用一啦，等会到一半就落跑啊，哦，较有可能会用一，所以伊就甲巴拿巴产生争执，啊，结果原本这两个人要做出去传福音的，就安那分开，哦，保罗带西拉出去，啊，巴拿巴甲马可另外一条路去传福音，哦，但是过了一大段时间了，伫保罗晚年的时阵。咱看见着伊写互提摩太的批信，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伊安尼讲，请你将马可带来，请提摩太将马可带来，吼，伊伫传道的代志顶面对我有利益，吼，表示安那马可改变了，过去保罗对伊的评价是错误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个人还未改变，这个人会改变嘛？吼，伊还未改变之前，咱来下定论，对指指点点，这是唔对的。我常常咧，我请教大家如果大家若60几年前，有个人还未出世啊，60几年前咱来双人幼儿园看你看遐囡仔伫遐走来走去你可能永远无可能想象讲内底有一个查某囡仔以后会变台湾的总统，所以咱无法度有聊的代志太济啊，即马都毋通做评论，这是第3项，大家爱知影，第4项也是最后一项，也是上重要的，就是讲论断毋是你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论断是上帝的代志，咱要清楚，只有上帝有权柄、有能力、有智慧，会当来论断。论断这个字，其实甲审判是同一字啊。咱来看罗马书14章第10到12节，安尼讲，安尼是怎看轻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因为咱众人拢着我伫上帝的审判台前，圣经有记载，主讲我是永远的上帝，逐个骹头夫会甲我跪拜，逐个喙会宣认我是上帝。安尼，咱逐人着将家己的代志伫上帝面前交代清楚。意思就讲，有一天咱拢爱伫上帝面前，上帝要甲咱算账啦。伊要甲咱审判啦，迄就是真正审判的时刻啊！而且审判只有上帝有资格通好做，咱人无迄个资格通好论断。你若要论断别人，就是你要做上帝啦。要做上帝就是上界大的罪。主要说嘛，安尼达咱苛刻，可毋通去论断别人啊！因为你用怎样去论断人，上帝也怎样要审判恁？恁用什么牛气去牛别人，上帝也用相款的牛气去牛恁。犹太人认为讲上帝遐两个牛气，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怜悯的。咱若用公义去审判别人，上帝就用公义的这个来审判你。你若用怜悯去怜悯别人，上帝用怜悯来怜悯你。耶稣用一个图甲咱说明，伊讲有一个人目睭有一个擦箍啦，伊即个目睭有擦箍，家己无看到家己目睭有擦箍，拢去敬别人的迄圣经讲古早圣经翻译做草仔油，就是讲迄个柴油啊，去看人目睭内底有柴油啊，要去人敬。讲先除掉你即个擦箍，你较有迄个清楚会当看出别人迄目睭内。迄个柴油啊，所以耶稣咧讲的话是真活泼、真生动，互咱会当侵入咱的心啦。你通想象迄个图，一人看袂清楚家己的缺点，伊直要去敬别人的缺点，这毋是咱人应该爱做的代志。只有迄个无错误的人，才能有权伫别人的身躯顶找错误。若照安尼来看，除了上帝以外，无人会当评论别人。前几冬，就10几冬前，迄阵
咱若看电视，就常常有一寡电视的报道家，特别是伫美国。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出名的即个电视报道家，伊发生一件代志，伊甲伊的秘书有婚外情，婚外情，迄个时阵另外一个伊的竞争者，原来是电视报道家，就出来批评伊啊，来指责伊啊。结果无偌久了，搁一个新闻出来，即个指责别人的即个嘛叫人爆料，伊嘛相关的代志发生，伫相关的代志顶面跋倒。所以伊咧指责别人的时阵，已经伫罪恶的中间啊。咱无应该做即款的代志。咱古书的作者安尼讲，兄弟啊，你毋通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兄弟、论断兄弟，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无遵行律法，乃是破断人的。设立律法甲破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迄个人会当救人，也当灭人的。你是啥物人，竟然敢论断别人？这段嘛是咧咱讲会当论断别人的，只有设立律法的上帝。独独上帝会当论断别人。人若要做这款的代志，就是超越过人的本分，想要将家己当作是上帝。这是信仰中间上界大的罪。若就牧师的观察。论断人是伤害一间教会上界大的武器。如果一间教会中间开始有别人去批评论断别人，开始用审判的角度去看别人的行为，开始去见别人的毛病的时阵，这就是教会要受魔鬼攻击的开始。所以咱要警醒。若安尼，无论断别人，要安怎？后礼拜牧师会大家讲判断，判断甲论断是无共款。但是咱会当用祈祷来代替论断，用祈祷来代替批评。咱今年是即个吴威廉牧师过往100档，咱教会有举办真济活动来纪念伊。10月22咱阁有一个音乐会，伫顶礼拜迄个，咱三支安养中心的魏牧师就任的时阵，伊有甲咱提起一个圣诗317首的故事，这牧师过去嘛讲过啦，为什么吴牧师娘会做这首歌？就是因为当时阵吴威廉牧师其实伊是一个真伟大、真有眼光、看真远的一个教会一个组织者，所以伊会当看真远啊。伊迄时阵就感觉讲咱这台北部的发展会对台北的市中心即摆市中心开始，所以伊希望将迄宣教的中心对淡水来刷过来到咱双连这附近，所以就直接设立病院、报道所，搁新学院。伊迄阵有一个想法，就是讲，赶紧把这附近的土地买较济，将来教会就较有发展。因为买土地就爱开钱啊。当时咱这是较偏远的所在，无亲像大稻埕、艋舺遐尼闹热啊。所以真侪人来批评、来论断，互伊感觉真伤心、真失志，甚至感觉真做袂落去，要回去到家己的国家加拿大。迄个时阵，吴牧师娘就写314首，咱管伊三听，来鼓励伊，互伊继续伫遮来努力。但是也因为别人的批评论断，所以伊的计划煞拢无法度实行。今日咱今日回头来看，那当时阵会当照伊的计划来看，咱今日北部的台湾的发展、教会发展，甲今日是完全无共款。所以批评论断就是阻碍这个福音的进展。这请大家一定要知影，用祈祷来代替批评。所以牧师嘛要邀请大家伫每礼拜是暗时7点半，大家做伙来教会，咱做伙来参加祈祷会，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
特别是即摆疫情渐渐较平缓了，我是务望用几个月时间，咱赶紧恢复到疫情进前的聚会情形。咱所有的小组团体咱的正常的聚会，拢要开始陆续的进展。咱嘛开始真济无共款的训练会，互咱赶紧恢复咱的正常的信仰生活。这是互咱教会开始稳定，而且迈向复兴的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希望大家做伙来祈祷。最后，咱搁一遍来复习。今日讲无爱论断有4项。第一，就是论断是一个骄傲的行为；第二，咱拢有限，所以无法度做正确的判断；第三，要未到最后，咱唔通论断。第四，上较重要，只有上帝会当做论断的工作。愿上帝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二弟，用你的话来调整更新阮的生命，互阮学习无啥做一个论断批评的人，用阮的祈祷来改变阮所拄着的困难。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嘛上帝赏赐咱气力，会当照安尼来行。这是咱要来吟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气力得保护。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气力得保护，请起立吟全首。
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即时，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所赏赐阮丰盛的恩典，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为早起到暗时，阮要来献上感谢。感谢你所赏赐阮的才能、阮的时间，望阮所有的要奉献给你，无论是伫时间、金钱，还是阮的才能，阮所献的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拢是奉你的名求，阿门。请坐。即时，请用阮我来报告。祈祷会事工，以咱教会较多蔡牧师有交代吼，伫实体礼拜已经开始，所以伫每礼拜四由蔡正道牧师、主任牧师、甲牧师团来主理。伫时间是每礼拜四下暗7点半到8点半。地点伫7楼的礼拜堂，要来邀请中级同工甲所有兄弟姊妹来参加。恁伫雅各书第4章第80A，恁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
第二，中部大道新动工的招募。如果你若对祈祷有负担，嘛欢喜并且愿意为别人甲教会事工来祈祷的，欢迎加入中部大道事工的行列。详细你会当来请教陈美仙干事，请大家做伙来来看一段影片。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见证是，我们有很棒的教会，有安排一些代祷团去为需要的人代祷。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思虑愁烦，因为我的大女儿无缘无故就跟我失联了，我一直想不出办法可以跟她联络。我打了手机电话，用LINE语音，还有传简讯，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然后我就一段时间就很不快乐。我们正聪弟兄跟我说，你可以请中保代祷团为你祷告啊。我说好，我立刻找一位有爱心的姐妹为我写代祷卡放在教会，请中保代祷团为我祷告。想不到真的是马上就看到果效。我今年4月26号，我忽然接到我大女儿写来的简讯说，我可以去看你吗？我很开心，马上回她的简讯说，好女儿，非常的欢迎你来。然后她到晚上就带了她的先生，约了她的阿姨一起来看我，而且还买了很丰盛的晚餐，跟我一起聚餐。我们边吃边聊，聊得非常愉快。然后用完晚餐，他就说他要回家，他说第二天他还要上班。然后他忽然又跟我说，我好久没有来看你了，因为太忙了。他说已经6年了。我说怎么那么久啊？我说以后要常来哦。他说好，然后还站起来跟我紧紧地拥抱我一下才回去，让我好感动。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需要的，真的可以像我这样写代祷卡放在教会里面，请中保代祷勇士为你们祷告。圣经说，义人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中保代祷团的弟兄是因为有信心、有爱心，然后为人家祷告，所以特别有功效。所以鼓励有需要祷告的，无论是心灵、身体软弱，都可以写代祷卡，或是工作、婚姻，还是家庭的需求，也都可以写。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时间上许可的，都可以来参加代祷团的祷告。因为路加福音6章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上尖下有连摇带按放在你们的里面。为人家代祷是得到神的祝福，也得到人的喜欢。这是我的感恩，谢谢。感谢上帝吼，祈祷真正是大有功效，嘛感谢咱教会有中保代祷的事工，所以咱会当有搁较侪的互相的代祷，伫这中间看到上帝的听，甲奇妙的作为。这是我来报告装备委员会的事工。10月吼有3班成人主日学要来陆续要来开课。第一个是灵修工作坊吼，灵修工作坊灵修的操练甲善意的沟通，伫10月14号开课吼，请把握吼，这当20个名额吼，请大家做来把握来参加。第二个是洗礼的造就班，伫10月15开课。第三是伫小组的训练，10月16开课，就邀请兄弟吼做伙来参加。详细内容会当看周报第6页到第7页。这时咱要来做教师属灵学教师的表扬，搞好无事。告诉这之前，咱要来表扬每5档的吼，像满15档的有刘淑娟、
老师甲刘慧雅老师，满20档的有李杰宇老师，满25档的有陈金泉长老甲陈美仙老师哈。咱请因入来头前。其实咱主流的老师同工拢非常辛苦吼，嘛看到真侪成果啦。咱看到这细囝吼，因的成长吼，特别大家要注意吼，你若有咧看迄个新眼光读经的吼，就是讲咱的每日亮光的读经的，咱有听到真侪细汉囡仔吼，就是讲这主流学生吼，因读甚至有读台语读了非常好的吼。所以咱的主流教育吼是非常重要，老师也真认真吼，咱特别爱替因祈祷吼，多谢。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这时阵要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吼，这有一位叶美珠姊妹，叶美珠姊妹，唔知坐伫倒位？坐遮哈，欢迎欢迎。唔知另外阁有其他的第一遍来甲咱敬拜无介绍到的。好，咱这时阵吼，咱特别来祈祷吼，咱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赏赐阮快乐智慧。求主帮助阮，会当日日透过读圣经祈祷，甲你三千斤，也赏赐阮智慧快乐，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阮中间若有身体病痛，求主亲自医治；若有心神忧伤的，求主亲自安慰。如果若有拄着什么款困境的，求主亲自赏赐快乐，帮助阮突破这个困境。阮相信我靠主，你的恩典够也阮用。求主帮助阮，会当将阮伫礼拜中间所领受的，实际实行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祝福。阮特别要为着今仔第一遍来到阮中间的叶美珠姊妹，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伊，出入得到平安，也赏赐伊有喜乐的心。我们将这一切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吟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吟全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感恩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谢阮共受差遣。